这不是小玉玉吗？都长这么高了。妈妈呢？妈妈在家呀。当然在家呀。这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哎呀，嫂子真的对不起，最近呢蓝眼 AI 这件事情真的把我忙坏了。刚好今天家里人多，在这儿吃饭吧，一起热闹热闹。好，哇，真的好热闹哎！这2位是？他们是我同学，还有陈浩轩，还有夏强安。叔叔好，叔叔好。你好。他们不仅和我同班，还同一个社团呢。哎，我跟他一个社团，你是来插花的吧你？没有我在，社团多无聊啊！我觉得挺有趣的。来，叔叔，浩轩除了不会笑，其他什么都很厉害。那你什么最厉害？吃。哦，吃。好了，小兰，咱们到那边坐。想当年啊，我跟水哥就跟他们一样，一起玩，一起工作。水哥呢就负责研究、制作 AI， 我就负责保护、管理 AI。蓝叔叔，你是 AI 管理局的特派员啊？是的，10几年前你们还没生呢，那个时候水哥就做了这个世界上最具突破性的 AI， 完全革新了当时所有的技术。当初是他建议我去推动国家机器人管理办法新增一条规定，所有市面上公司生产的机器人要有红眼睛，还有易于识别的开关。